蹲啥啦？我来念歌路，互你听伊。毋是啊，我来念杯。毋是念歌，听说没有？今日毋是念歌，是念批。是念真杯。久无听到的念批又过来了。哦，真的，这久无念啊，拢无人想回来。自从咱有迄小编听你讲了，因即满想着一句两句就甲写下来，啊，就无人要写即种较长短的。对，因就是短短啊一两句，安尼甲咱有淡薄像咱你下拍的同时两体有无？朋友想着就讲啊，写一两句安尼。哦，对，就较袂像讲咱即满呢规篇的分享。对啊，较长的故事呢。对啊，但是无要紧啊，咱顶礼拜发出去讲有一个信用的即个主题了后，啥是信用的主题？你来甲我回答一个。啊，因为3月小妈祖啊，嘿，所以就是甲信用有关系。用哦，你迄个歌爱出来信用哟，对，你迄个歌爱念好，无你会用倒数。还是信用，安尼有清楚无？用信用，你等下念分爱叫哦，安尼就好，咱安尼继续听听落落去。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消化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，来哟，念批咯！你敢知影第一批是咱的好朋友写来的？倒一个好朋友，你敢知影？我来又看卖，敢有提示？提示就是甲信用有关系，信用有关系就是你的字敢？你家己都无做的呢，信用有关。对啊，我今日去互人投诉。哦，好来继续，安尼我又看卖，又看卖，敢是菜头粿？菜头粿差不多啊，接近吗？接近吗？对，但是毋是伊。哈，毋是菜头粿还无用，就甲带囡仔因囝呆喊啊尔。哦，一点无时间写批啦，是哦，又看卖咧，安尼就是迄个做爱走庙会迄个就是啥？系啊，你袂记人的名？歹势，先甲你歹势回死咧。无要紧，我今仔等下要念伊的批啊，伊好，我等下甲伊的名。对，啊，我想讲，因为即个主题一定爱出现，结果你看，真正的该请来啊。好，有感受着，感应着安尼。好，安尼来开始念批哦。好，第一批是庙会入边小天地小编写来批。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就是我庙会入边小天地小编又过来咯。信用这款物件，就是需要人和神去配合。这站拄好是观音佛祖圣诞的好日子，我着半工去内门看迎佛祖，因为疫情已经2年无办啦。今年搁一届来开放，互我想要去鼻芳一个，会互我有动力去看迎佛祖的原因，就是因内门家己做的顶头。内门的上港顶真有名，逐年拢会有南北二路来的上港英雄伫咧指力时表演。但是我颠倒敢若对佛祖妈运装较有兴趣，亲身参加这几工，就发现每一个砖头准备青草的物件要来献互佛祖妈，卖当顺续接收。而且内门这的砖头为着迎佛祖，伫旧历2月进前就开始筹备甲训练，这是互人真感动的所在。文武顶头伫咧指力寺庙头前展现因的技艺，不管是上港镇、牛犁镇、南管，也是龙镇，拢互我足介意的，因为是证明自发去组织起来的，这拢是大家对佛祖妈信仰的虔诚。而且内山弯弯弯弯的风景，真正是足水的。另外，伫咧大桥后壁，嘛有信徒举香对佛祖妈行连续4天的香路，这嘛是因对佛祖妈信仰的坚定，互人会想要明年再来参加一摆。沿路嘛有真侪香案道，因遮的民家厝拢会准备凉水、食的物件，互信徒来补给，真正是足甘心的。虽然每一个人可能拢敢若看过对方一摆，但是大家拢真热情的伫款待，我想应该拢是为着佛祖妈来奉献的。甲我参加东山迎佛祖迄摆，迄是无共款的感受。东山迎佛祖是伫咧深山岛内，沿路嘛是有真侪信徒伫咧护持，但是迄是一种照过去避难的方式，一步一脚印对佛祖妈上山。沿途的山路是足歹爬的，但是为着佛祖妈迄份信仰的信念，
大家互相小敬，互相加油。虽然东山迎佛祖上山真忝，但是当看到沿路的山景，感受到台湾无同款的风景，真正要推荐给有时间的人，大家拢会当来体验台湾传统的庙会文化，来感受在地厚厚的人情味，也佮有在地人对信仰的迄份心。我的分享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哇！伤大声变起，歹势，然后朋友在耳仔变起。哦，总算是念了啊，夭寿哦！我的嘴舌啊，我的嘴舌啊咧，伤久无念批啊，念批了，不，哇，安尼你安尼我就惊，我嘛足惊你的，你安尼我假大死，我的批搁较长。对啊，但是真感谢，就是小天地甲咱分享的这个物件，因为伊用一半就是拿工作者的身份。但是一半佫是参与者的身份，伊想要甲即个就是文化甲传统记录落来，所以伊毋哪爱注意这注意迄，但是伊佫会当伫咧工课的时阵去感受到迄个人情味，所以我感觉讲即种物件拢是无法度骗人的。对啊，真正是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哎呀，你还袂念批就开始啊？无简单呐。对。因为是伊诶算工课嘛，对，啊伊过来就是看前看后啊，就是亲身参与安尼参与对，你该系啊，咱两个一直互你画着啊啦，你看你哦哟，然后朋友伊做够牵拖，像我拄则伫咧哈戏，伊讲哦，你莫伫我边仔哈戏好，你安尼哈戏拢甲我画着啊，真诶，啊即摆家己嘛，佮互我画着，拢我诶问题嘿啦，拢我毋对啦，是的，我做够画即个。但是迄小天地咧拍假咧乌噜噜，啊最近佮看安尼走活动，天气是愈来愈热呢。细字呢，无细字着刷命烂。对啊，伊到时阵规个人乌噜噜，咱看到伊敢字出来。好啦，安尼继续念第二批，记个喙练好啊袂？我尽量啦。好，来请。好，第二张批是台中的阿玉啊写来。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玉啊。虽然讲我已经出社会，食头路真侪冬啊，毋过若是讲到照紧的经验，我是永远拢无法度放袂记得。顶礼拜听两位的节目，有讲到学校的教授带学生去参加大甲妈，真拄好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学生。虽然讲我的内容甲信仰无关系，毋过也是希望会当甲大家分享。会记得伫我读大学的时阵，教授希望大家尽量去参加民俗活动。所以我嘛有去东港看过烧王船，去苗栗参加A灵节等等。上届长的活动就是大甲妈，而且大学4年，逐年我拢有参加哦。较可惜的是，因为爱上课，无法度全程拢参加。大学1年的经验是教授办的，一天要紧体验。教授讲，即天是伊感觉上轻松、上好耍的行程，哪像是校外教学。为学校坐游览车去，就车一人分一顶帽仔，到园长落车，开始一直行到新港，甲同学哪行哪开讲，沿路摕食的、啉的有够趣味。我会记得有一搭阁有搓冰，迄天的天气是热甲，一碗冰食落去，真正是透心凉。若讲到绕境，永远拢会记得。新港奉天宫嘛真热闹。信众济，食的嘛济，四界看看咧，差不多6、7点的时阵，大家都坐车返去学校啊。2年啊到4年的时阵，我感觉1年一天的体验实在是无够，而且要修的课嘛较少，都招同学行较济工。头起身还有进香旗，阮就惊人马，过来就是宽行李，厝里拄好有困地，毋免阁买新的。另外，阁需要一台拖车扛行李。然后，阮就找时间坐车去镇南宫起马，甲妈祖婆报告，请伊保庇阮一路平安。然后，阮就为第一天起驾开始行。起驾现场人是吵，而且乱叫的速度有够紧，不怪有经验的拢会先出发，较免对袂着阵。上课的时，老师讲到沙鹿会当去表哥因兜食早顿，可能阮时间无算好，可惜无缘。即马有啊无，我就无确定啊。过来行到中华的民生地下道看人抢桥，即马可能嘛较看无啊。暗时伫中华拄着教授，拄好有机缘甲表哥翕相，
迄时用所有的翕相机真拍算，相片无洗出来。毋过过程真正互我真难忘。表哥真阿萨哩，伊讲要翕相哦，来啊！哇，迄当阵毋知是安怎足拽，即马想起来阁真好笑。行较济工，阮有坐香客专车，若是惊忝啊，会当上车，再到銮桥头前1点仔的位置，大家落车了后，车会阁翻头阁去载别人。伫车顶嘛会有热情的信众提供食的，有影是完全拢袂去咬着。有的宫庙提供掠人的服务，我有去体验过，掠好真正有爽的感觉哦，这会无问题。过来是困，宫庙的大厅拢会当困，嘛会当先预约香客大楼。我是毋捌住过，有含话讲真舒适，毋过真歹抢，爱足早就先订好。毋知影是倒一年，坐香客车因为车道无位，就坐伫副驾，甲司机哪开讲，就安尼熟悉起来。因是替妈祖服务的顶头，赛车开讲就讲到要去倒过暝，真欢喜，因愿意提供因的避避基地。彼暗困甲真乐眠，即马想起来，一定是妈祖有保庇啦。过来讲到洗身躯，一般的庙事拢会当洗，嘛有信众提供洗浴的车。第一摆伫车顶洗身躯，特别难忘。身躯洗好，换落来的衫嘛免烦恼。有超商提供替你甲衫寄转去厝的服务，阁会当顺续甲名产寄转去，足方便。难忘的阁有新港洪提供的足寿大典，上万人同齐拜拜，迄个场面真正真感动。虽然爱真严肃，毋过甲大家建议一定爱参加一摆。阁有一定爱行西螺大桥，因为到桥尾有好食的米糕，想起来我喙烂阁要流落来啊！阁有爱软脚骹。像缀脚金，甲宝马啊套红线，祈求好姻缘，差不多就是这个啦。因为即马上班，无通请假遮济工，听众朋友就趁少年有时间有体力去体验看卖哦。老师上课拢讲，恁看迄秀吉阿嬷年岁遐大，共款逐年拢来行，有机会会当去甲因开讲，是安怎会坚持参加，背后拢有故事。毋过我拢无机会去开讲。希望听众朋友去体验一下，有机会会当听一寡感动人的故事哦。我的分享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好啦，好重诶，阿舅啊，足厉害咧！阿舅都厉害呢，伊甲伊4年的迄精彩部分拢讲出来。对啊，咱即马18岁开始读大学，我嘛要足精彩安尼。所以连续4年，伊拢要去参加。无，我甲你讲好啦，你知影我做好啥？阿舅我讲的啊，伊讲就是，毋是阿舅我的教授讲的，伊讲迄秀吉阿嬷年岁啊，这因背后拢有家己的故事。对啊，咱就出差哦，出差来去问每一个阿嬷。一集就坑3个阿嬷了。安尼我甲你讲，你爱行足紧的，才对得着阵哦。阿嬷，就问者，阿嬷无闲啦。阿嬷，听到没有？阮即马伫咧大港嘛，我甲恁讲，阿嬷的体力拢比人较好呢。叫你阿嬷来咯，你对袂着阮阿嬷。真的。哦，无啦，因就是会轮班啦，所以咱趁因就是休困的时阵，甲伊访问啦。所以就是去边仔看着休困说，阿嬷，阿嬷要救车，阿嬷，等者，我一下呢。对，安尼听起来是袂歹哦。对。不管啊，你有听着无？我们要出差咯。我有看时间呢。是哦，你看好啊哈。上尾2天是拜6礼拜，咱会当去参加。拜6礼拜，你休困。无要紧，咱要出差的，当时就免管拜6礼拜啊。对吼，拜6礼拜人应该算平常时呢。对哦，拜6礼拜人少济，咱莫经拜6礼拜去。好，安尼可能第3、第4天，迄就是到达第3、第4天，我们出差哈。你内底就甲伊报告安尼，伫这内底就甲伊报告，啊，结果伊若无听，啊，就甲伊讲无，阮顶家已经伫咧内底甲伊报告过啊。好啦，咱讲到这吼，嘿，咱讲到台中。大家嘛，安尼顺续要来大家分享一个，就是我以早定去的一个所在，去的一个所在，对啊，我以早啊，我知啊啦，你一定是定去迄爱18岁以上的才会当去的所在，对无？我已经18岁，我以早无倒入去啊，所以你以早偷偷啊入去。真诶，我来讲，其实啦，就是真正有，无啦，我以早有去一寡所在，因来看证件。啊，你若是16岁以上，啊未满18岁，伊会甲你转一个熟的囡仔伫你的手，
啊11点时间到时伊会公布，讲啊未满18岁囡仔爱出去啊，安尼。啊若就是超过伊无爱出去咧，伊会来看你的手啊，你节看你的手，对，啊你看囡仔就甲你赶出去。安尼算袂歹啦。啊，有的人就是去偷转别色的囡仔，无讲哦，迄毋是我，听就没有知啊吼。无啦，你安尼，好啦，讲正经，你到底是定定去倒位啦？我以早有即个基因啊，从小，歹势，请继续。我以早有即个基因，定定去迄台中乐成宫啊，乐成宫对啊你毋是住中华？叫你发现，我发现 bug 啊！阮姊也住台中啦。哦，对啊，啊我去伊遐的时阵，我拢会去遐。你敢知影讲汉溪妈祖宫遐就是我知影有汉溪夜市。对，哎哟，你哪知？我就是拢去遐踅夜市啦。啊，既然想讲奇怪，你踅夜市时阵看过去，遐有一个圆圆光光的物件。嘿，我就想讲迄是啥啊？所以迄当中我就是无聊，就行过，我就看到迄人伫闹热，嘿，我就走入去安尼，对啊。安尼咱先来介绍一下乐成宫。我这个专场有淡薄硬，不要紧，我紧啊，菲利吼，就是要甲大家介绍一下乐成宫啊，因为咱讲到要景嘛，啊，咱台中其实即个乐成宫都趣味哦，因为乐成宫甲万豪宫，因的妈祖毋是绕境，毋是绕境，对，是温庄。哦，伊的28庄内底安尼就是设一个，嘿，而且哦，2021迄年哦，温庄的即个历史已经有200年咯。是哦。对啊，而且虽然讲伊就是18庄对无，你会想讲可能是台中地区，可能是范围规模较细即种诶，但是你毋通看伊无哦，看了无点哦。我无。伊这共款有直播，有直播，甲你对调调，而且伊诶网站嘛有迄 GPS 诶定位。哦哟，所以你安怎行拢会当看到。不然先说讲一下乐成宫，啥我迄当阵对有兴趣，因为内政部伫咧民国74年诶时阵，伊就核定讲伊是国家第3级诶古迹。嘿。所以讲吼，若是对古迹有兴趣的人，会当去遐佚佗。哦，而且你就是对古迹有兴趣。对啊，我最喜欢看古厝啊，看迄刻量啊、刻花啊。想袂到你少年的，我做文雅诶，我有一个遮尔老的灵魂。我要讲，你会使学我文雅，啥要学我的灵魂出来？奇怪呢！而且我你讲，伊的香炉有200年的历史哦。哦，好，对，啊，还有伊迄个牌匾，对。啊，而且伊的迄神道。嘛刻啊足水诶，啊伊个有迄九门镜，啊个有九州，啊个有伊诶狮啊，对，嘛甲人无共款，你会当去看。安怎无共款？无爱甲你讲，你甲你看。我来 Google 者。啊，进前啊，因为疫情诶关系，嘿，所以伊店内导览就停起来。哦，可惜呢。即摆已经开始啦，免烦恼。好。对啊，若是有迄亲子团有无？想要听导览诶，会当做去报名。袂歹呢。啊，导览敢是讲台语？我有问庙方讲，若是你要全台语来看现场其他人状况，但是你会当伫咧预约的时阵，甲因讲，希望老师会当加讲一寡台语。了解。但是你伫现场就举手讲，老师你讲听台语啊？对。但是我甲你讲一个代志，嘿，伫咧录音进前，嘿，我有特别，特别安怎？特别甲大家敲电话去即个。老师，你讲导览的老师？对啦，阮乐成宫导览的老师，号做谢文贤老师啦。对，文贤老师讲全台语的无问题啦。哎哟，水哦。对啊，所以若是有咱进前有迄什物共和团的啊，什物亲子路迄啊，恁若是有想要就是亲子导览，惊讲现场别人听无要紧，咱规团甲报起来。哦，袂歹。咱规团甲报起来，就是拢咱的人，咱会当全部拢讲台语啊。甲包起来安尼。对，包起来安尼。哦，等，我想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是安怎你会有迄个导览老师的电话哈？你想要问这个问题哈？你的重点毋是应该是放伫咧导览会当预约台语真好安尼？无啊，我就想要知影你是安怎会熟悉这个导览的老师啊？其实我是无啦，伊也是无方便讲，无啥物方便啦。哦，好，啊无就准过，无啦，讲笑的啦。我进前吼，因为因这就是义工嘛，嘿，因义工有分真济组，进前就是我当阵伫古迹啊，我就有去参加这导览员的训练，对啦。哦，所以你嘛会晓导览就对啊，小可啦。哦，啊，你敢有导览过？无，对啊，我导览就是你考调就无，
无，我迄当阵就是有同学，就是家己带一团呐，就是家己导览过，但是尾啊，我就起来台北啊。哦，所以就是迄当阵伤细汉啊，我歹势，我这个人就较避暑。出差来去乐成宫，一时要去大家，一时要去乐成宫，车门拢伫咧台中啊。哦，安遮方便安尼。对啊。哦，即摆交通真方便啊。好啦，有机会听，主管有听到，我们出差咯。啊无，你伫线顶甲咱讲看卖你的导览的内容啊。讲什么导览的内容？就是你会安怎甲大家小解啊安尼。无法度，啥物无法度？因为迄已经过啊。所以你讲时间已经过啊。所以你讲你会晓导览是咧共骗咯？无啦，无安尼啦，无我凊彩讲两句啊，恁听。好，阮老师甲阮讲诶。好，请。我问你敢知影？就是拄庙，咱去拜拜诶时阵，拄庙要入去诶时阵，你爱行正边还是倒边？行正边。正边。嘿。啊，正边号做是龙还是虎？龙。啥人是龙？龙入去虎出来。对，入龙出虎，食甲三大组。有哦，就是当就是甲你讲，你咧行自导览拄离开始拄庙门要行入去进前，开始甲你祝福。哦。啊，是伫迄乐成宫头前有一个龙条。龙条。对，啊，老师就会用台语甲你介绍讲，咱一般人若是要画龙，画龙的时阵有一个口诀。你甲这个口诀念出来，对咧做，你就会当甲这个龙画一只龙出来。对。哇！来，小可念者，小可念者。好，请。一月六角，二黑目。对，你看迄龙，伊是毋是有一个六角的角？对。哇，你就先画一个六角的角，啊，过来你就画虾啊，虾的目睭毋是安尼细细粒，因为龙的目睭细细粒啊。要点两个乌点啊。对，点两个乌点。3画9片。9片。对，伊的片仔就是若像迄狗仔咧，有一个安尼圆圆安尼乌乌安尼。哦，我阁毋捌详细看过龙的片啊。你无看过龙的片啊？好，啊，过来，咱台湾人拢袂讲死，因为死即个谐音啊，甲死有关系，嘿，就是歹个调，所以阮会讲素骨喙，我迄当初听就是讲啊，素骨喙，伊就是讲第4步的时阵，咱就爱画一个牛的喙。你想一下，迄龙的喙是毋是甲迄牛有淡薄仔像？哦，有。对，过来是5月西藏，6魚蘭。对，你就先画一个狮仔哦，伊个头啊，龙的头纹啊，像迄狮仔安尼，狮仔迄鬃毛，甲画出来。啊，你个甲伊画迄魚蘭。哦，身躯啊，对，有蓝，嘿。啊，过来就是7月蝦身哦，对，八火焰。对，伊就是安尼画蛇呢，八啥？火焰，哦，火嘿对，伊是毋是有大火啊？手诶安尼，我无清楚。系啊，你讲听拢无。好啦，哎，就画到遮吼，啊，搁2步吼，恁就是去咧现场听导览老师伫画时阵，恁甲伊问讲啊，我2步是。我导览就到遮，多谢大家。啥物啊？你听起来无啥专业呢？无啦，搁2步尔，剩2步尔，大家应该会晓吼。听众朋友，你若知影后壁2步是啥物诶？你来留话甲阮讲，阮会送你一个你足赞诶。该有人想要爱。啊，你敢有照即个考卷画过？有啊，真正是。我等下画一个互你看。好。而且吼，迄就是现场啊！我来讲，迄导览老师真都精彩，伊有真侪高级介绍，对庙门到店内，无论是雕刻、壁画，还是讲到厝顶的展览，拢会甲你介绍。哇，这专业的呢！真正足赞的，而且我自迄工导览学的遐了，我即摆去庙拜拜，我拢会徛伫迄个所在。你敢知是倒一个所在？我毋知影。你厝尾顶啊，其实金炉顶啊，你就是拄外口的天公炉。啊！你对起咧厝尾顶拢有一个迄喎，若像迄太阳，就是有一个红红的物件。你注意看，你以后去注意看，你徛天公炉头前，你对入去，天公炉安尼通过去，都是庙的正中央，啊，嘛对着迄个太阳，啊，而且安尼对入去，就是主神，伊的目睭，伊的鼻心遮。哦，迄位拢有算过就对啊啦。伊位拢有算过，啊，但是我来讲，我嘛毋知啥喏，我就是徛伫迄个所在，感觉哦，足舒适的，看伊安尼直接安尼直去，啊，你安尼直接一眼就甲伊看透透。足爽诶，是哦。我今晚去拜拜，什么拢会徛伫迄个所在看。哦，每一间宫庙拢有就差不多拢有，差不多拢。所以其实就是来去学导览，看古迹，看迄厝，就是几间厝，啥物安尼，你安尼去学，你感觉迄结果哦，真是足厉害诶。对啊，而且
罗仙宫有一个足出名的，你敢知是啥物？我毋知影。罗仙宫虽然是妈祖宫，但是伊是另外一个物件咧出名。另外一个物件咧出名哦。对对对，敢是迄保庇身体健康的保生大帝？毋是，保生大帝是另外一边啦，甲爱情有关系。哦，啊是元老啦。对啦，元老啦，阮遮就是罗仙宫元老真出名哦。而且我咧讲遮足趣味哦，每一年旧历的6月初1，嘿，会替迄独身的男女来办即个联谊的活动。哈，遮好哦。对啊，敢是免钱的，还报名费啊，还报名费。查甫的爱的款哦，查某的那像免。哇，因为我之前听到的是单位查甫的报名较济，所以查甫囡仔就是鼓励恁来报名，啊，就免报名费。咱拄则敢有讲到，就是迄18钟温装的时间，无呢。哦，安尼顺续甲网友不，安尼顺续甲听众朋友，安尼顺续甲听众朋友讲者，永过拢是伫咧旧历3月初1的时阵开始温装，嘿，啊，但是今年闰月。对啊，所以咱第一个2月份过了，啊，搁等第二个，即届的就是3月初，差不多是伫咧4月20的左右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对啊，所以若是有想要参加大甲妈的人，你会使前一天先去参加18钟温装的开始。哦，对呢，对啊，时间小晚，温的了后，温了，温装了后，对，温装了，等咧大甲妈行过，你都对大甲妈即阵，哦，够顺咯。无顺啊！你后尾甲听众朋友教，我咧讲你行到迄市区的时阵，你才个换车啦。安尼一工体验安尼两个无共款的活动，我袂歹，佢哋拢是台中，对啊，交通真利便啊，对啊。啊，若是听众朋友恁有迄其他，譬如讲甲罗仙宫、元老，若是有相关的这故事，嘛会当写出来甲阮分享。对啊，啊，无咱来开一集元老的分享好啊啦。袂歹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咱后个月就来这个主题。啊，无啦，咱来迄啦，7月份喎，还是8月份7夕的时阵啊。哦，对啊，七牛马生的时阵，咱可能已经旧历哦8-9月啊哦，新历啊，新历8-9月。啊，歹势讲毋对啊，新历8-9月，无要紧，到时阵再来看啊。啊，若是有迄罗仙宫的要信仰的故事嘛，会当甲我分享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安尼听起来真趣味。咱咧开讲时间就过啊咧。哦，真诶，真是咧。对啊，可能是妈祖有保庇。感谢妈祖。那呢，要来收尾啊哦。你们真硬呢，好，开始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的配信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我着半工去内门看爷妈祖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这2年无办啊，不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爷佛祖还是爷妈祖？爷佛祖啊，你头仔讲爷妈祖。这个，逐年拢会有南北二路来的上港英雄，逐年拢会有来，而且内门遮的顶头为着爷妈祖，哦，而且内门遮的砖头，我跟你讲地头。东山爷佛祖嘛是深山内底，深山岛内底，哦，深山岛内。东山爷佛祖嘛是内山岛内。东山爷佛祖嘛是深山岛内的，哈，东山爷佛祖的活动，东山哦，东山。厝里拄好有困地，毋免个无是，无是的，你这想啊，无啥，啊袂行到中部的卖哩。厝里拄好有困地，毋免个无。落讲到安尼，身躯洗好，换落来的衫嘛免烦恼。有超商，不是，有超商听，袂使要咱笑。听众朋友就趁少年有时间有体力去体验看卖哦。你无体力啊你？老师上课，这句爱搁聊一遍啊！爱搁袂当安尼准过啊，袂使啊，歹势包起来安尼，就包起来安尼，我想就包过。